有冇聽過荷花定律啊？一個能夠成大事嘅頂級心態，不妨分享俾有需要嘅人啊！一個池塘嘅荷花，每日開嘅花都會比前一日多1倍。如果第30日啲荷花開滿晒成個池塘，咁我問你，究竟係第幾日池塘嘅荷花開咗一半呢？你可能會話第15日，係咪？但其實係錯嘅，正確嘅答案係第29日，亦即係最後一日開嘅數量等於前面29日嘅總和。呢個就係荷花定律啦。你仔細諗下，人嘅付出唔係都一樣咩？前面所有嘅努力同堅持，可能好漫長，可能冇結果，但全部都係為咗最後嗰一刻嘅綻放做準備。如果成日諗住一努力就即刻見到成效，反而可能一事無成。所以堅持好重要，堅持就係一切啊！唔好晒幸福，唔好晒甜蜜，唔好晒發達，更加唔好晒成功。物理常識教曉我哋，曬係會失去水分嘅。記住，床先至係最好嘅保鮮方式啊！御書房陪你一起學習，一起成功，加油！